本澳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，有團體話會凝聚灣區力量，為澳粵共謀發展，亦都會繼續做好橋梁作用，助力澳門發展。經濟民生聯盟舉行第二屆就職典禮，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華出席。經濟民生聯盟主席劉家宇表示，將發揮好橋梁作用，助力澳門發展。我哋會努力做好政府同澳門市民之間嘅橋梁，積極推動廣大嘅中小微企以及澳門居民獲得更好嘅發展空間，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嘅大局。我哋會努力凝聚灣區力量，為澳粵共謀發展。集思廣益，研究經濟民生層面嘅前瞻性策略，以此作為澳門特區政府未來施政嘅參考，持續推進澳門經濟平穩健康發展，穩就業，建設數字化嘅社會，預見並解決社會潛在嘅隱憂。佢又話將秉承創會宗旨，繼續團結社會唔同群體，助力澳門特區行穩致遠。澳廣視記者高巧燕報道。